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黃平仁。隨機殺人真惡講，佫歹防，真正拄到是真正硬氣袂曉做。專家今仔日來示範安怎來自保、救己救人才用動，咱鬥陣來討論。來，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退休刑警高仁和。平仁好，大家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是台灣災難醫療隊發展協會理事，嘛是建設醫療委員會副主委龔尚優。主持人好，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是退休員警趙明錦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呢是資深社會記者王昭斌。大家好。那麼首先咱來關心目前即馬台北隨機殺人案的調查進度。檢警昨仔去解剖驗屍，今仔日去到百貨公司內面去做案發現場，進行着3D 的這個掃描，中間數位化的環境，望會當找到更較儕的線索，來釐清犯案的動機甲相關的疑點。真濟檢警巡迴，精品南市店外監測中心員警出動3D 雷射掃描機，除案發現場的空間、環境甲物件立體坐標，用來模擬中間以及19隨機攻擊案的犯罪現場，將來在法庭讓法官更加理解案情。當時候的人物沒有辦法，對，只有就是你所看到的這個空間，就是現場的整個輪廓，然後包括我們4樓還有這個廣場跟道路的這個空間，我們會把它記錄下來數位化。專案疑點真濟，專案小組繼續調查，發現嫌犯生前閣有訂中山區另外一間旅館，要佇聖誕節大，最後無定成功，是毋是代表嫌犯本來有第二擺計劃？也是檢警後續調查的重點。專案也予年底跨年頂活動揮喊受關注，特別是要佇節日展開高強度的演練。我們不只是要求消防局、警察局、北捷、衛生局等相關單位，我們這一次演練也納入包括演練場域的業者、櫃位一起參與配合。126高強度演練，唔有警消8個頂站會，即擺也達至演練場協業者貴會，專項閣引起警察認調報告討論。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，咧這個盤點會主動積極向中央來傳遞清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其實這個事件到目前為止，真濟人開始有其他的檢討聲音，包括着警力的鋪排，包括咱平常時要安怎來自保，拄着代誌。那麼所以咱今日現場小等差不多20-30分了後，咱甲代誌講好清楚了後，現場來示範。那麼高刑警呢會甲咱講上無你安怎自保。那麼像副秘書長會甲咱講要安怎來救人救己。但首先，我還是要來問，即個安尼個吼，你感覺即擺，尤其是即個差不多攏，我看伊咧犯案的時機吼，除了下晡3點4點開始將火了後，迄人上多的時陣呢，即個警力你甲看是毋是有抗辯，還是講有失覺察的所在？目前咱以即個案件發生開始的時間點開始，咱首先。愛講到這個兇手，兇手伊的目的，伊毋是像電擊迄個囡仔隨機殺人，因為電擊一點車廂內面抓到水果刀啊，隨機踮車內，剛剛隨機烏白度，迄叫做隨機的嘛，無準備的物件嘛。但是即擺這個張文是有一個計劃性，先買武器，先買這個犯罪。工具，規劃路線，為倒位行到倒位，幾分鐘，在厝，等喺厝的變裝。這個第一個出發點，第一個 M7出入口，因為 M8落去，甲 M7愛買完啦，買完迄空間內面哦，離中正一警察局外近的3棟大樓500公尺左右，甲無夠。你今日中正一發生點，第一個這個 M 彈彈出來哦，咱即馬鏡頭看到這個 M 彈彈出來迄個時陣，你中正一分路長安怎
下達這個命令的，你有休困無？有放假無？有負着你指揮無？這是社會的一個恐怖的攻擊啦，唔是隨機講殺人你啊，伊是已經道亡的路線，包括佢這個百貨公司進前就先去問過啊，這個樓頂會使起啊，袂使起啊，所以伊要跳落去迄個時陣哦，把伊身軀所有的穿衫、都攏等咧塗骹，規個人跳落去哦，迄佫表示啊，伊想要逃命嘛，咱要逃命邊，換陣好拼會過，後一通還較食力。Christmas 過來 Happy New Year， 伊這個警察，伊製造這個所在，互你警察哦，無用甲要假死啊！這邊放火，這邊放煙霧彈，這邊燒車，所以這算是非奸即罪啊！伊這是攏踮咧伊規劃內面，伊的計劃內面，毋是像電擊嘟，伊傳好物件，傳好假死，已經有人事時地物，這5項充分表示講，伊這是一個恐怖的攻擊，伊要互一個社會大眾內面製造恐慌啊，互你會驚嚇，所以警方會去現場處理，每一個警方攏會去現場處理。像咱第一擺我一聽到這個消息，我認為講哦，先導是台北車頭，過來中山站，我感覺哦，這是不是一個集團？因為新聞還未發布當中，咱認為講這是不是一個集團性的一個犯罪方式？結果是同一個，所以你今日中正一副部長，你今日是不是對這個代誌發生點，在你下府內面，是不是第一個當下決定，你到底有安怎處理？你派人去油門的厝抓人，這是對啊唔對？因為咱警察要通報全國，包括所有的。附近周邊，迄陣時應不應該通報吼各個這個捷運站講，大家要注意哦，即嘛有人將會安尼，應不應該？一定要通報，而且伊會甲你公布，各位旅客，這嘛是我的疑問，伊喺咧放的時陣吼，啊邊仔有一個阿嬸咧問我，這嘛是咧創啥？咧拍電影？當做咧演習。伊甲講我咧演習啊。我是知影講這個消息是安尼，但唔知影是真誒假。這說我嘛是要請教咱的強律師吼，看到人咧放迄個煙霧彈吼，啊，就空氣就歹啊。迄陣時咱應該，那照你講有韌性的社會，應該愛做啥物代志？那依照現在這個狀況啊，就是說，如果你今天發現他狀況好像不太對勁，因為其實我們說，在遇到這種隨機攻擊的事件，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態勢的感知。因為台灣可能平常都比較和平嘛，就是比較 peace 一段時間。但是如果今天有發現不太對勁的，比如說他蹲在路上拿刀，或者是像他影片中這樣他丟煙霧彈這些狀況，其實第一個步驟當然是提高警覺。那如果你已經先知道的話，要盡早的趕快跟大家告知。不要自己跑而已。我們雖然要跑，但是咱天良講吼，那是我問我自己，看遐，咱因為我有參加過迄個劇組吼，知影講這不是咧拍片，但是嘛知影講這人怪怪。那迄陣時，那照恁有受過訓練啊，恁會做什麼代志？哦，如果遇到拄到這種人啊，就是我們看到這種人，其實。通常第一個時間，我們會先確定旁邊有沒有工作人員，因為通常做這種事情，如果是演習，一定會有要有協同的，一定有穿背心啊，還是下面工作人員的倆白啊，底下跟大家講啊。但是如果今天是沒有，就是他獨自一個人，也沒有其他人在旁邊像工作人員，基本上就是怪怪的狀況。啊，咱就要跟閃。對，因為這時候可能基本上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盡早的就提高警覺，就離開了。那更好的方法是就是要跟所有人通知說，因為我看迄影片吼，伊伫迄個百貨公司的大車路吼，哇，足差不多上無有2-3分鐘哦。哦，啊，佫行，佫行，啊，遠過去的車輛啊，啥？那我有一個朋友吼，伊就講，啊，我就甲教死。我講你是。即擺就知影講，只是歹人，你才甲教死。你都唔知影伊是咧創啥，你甲教死，你都袂做這種代志啊！啊，這就無法度嘛。對，因為這個會回來講到說人類吼嘛是動物嘛，
這些動物遇到危險的時候，其實大概會有3個反應。啊，第一個是逃跑。啊，對，我就像剛剛講說，我們通常都會跑啊，我們旁觀者都知道跑嘛。但第二個是攻擊它，就是反擊。但是通常這要比較勇敢的人。但第3個是凍僵，凍僵這個是大家可能會覺得，我不會發生啊。但是實際上很多的人其實都會待在那邊。這是大眾很多人遇到的狀況。但是我感覺現在的人有頭一種反應，哪走哪翕。對啊。這是新的形態，即擺新的形態，哪走哪翕。我講奇怪，你就知影會走，啊，佮哪走哪翕，啊，才熬着。你石伯啊，你安怎看這項代志？因為有個人講，伊這吼頭一棟是3.40至3.54連續搶火，這應該尤其這有地緣關係，應該是迄陣是聯合客家，那麼整個區域愛來擴大來做。客家甚至是捷運站容易運動的所在，我想講，是啦，咱這種事後哦放馬後炮，你感覺咧？其實吼，伊這內底吼有一個制度上的問題，就是講，大家可能唔知影吼，這個發生的所在吼，其實附近有3個單位，一個鐵路警察局，一個捷運警察隊，一個是中正1分局。哇！但是中正1分局吼上近，迄個 M8出口吼。行落免2分鐘，差不多1分半，差不多1分半。但是你看這個案件吼，這運警察隊到的時陣吼是12分鐘，是安怎12分鐘？因為因的巡邏吼是佇車廂內底，因是為這個站坐到後一個站，伊毋是講我大家一個站內底吼有徛2個還是3個，啊，但是你代替有頂頭吼鐵路警察局頂管有崗哨，頂管有人，伊有一個駐地佇遐。但是捷運警察隊無，因的駐地咧華陰街，伊常常有空窗期，伊咧接班愛來去。啊，譬如講我若佇龍山寺站發生代志，我通報了，我靠，啊可能迄個巡邏的吼，佇忠孝復興，你愛等10分鐘，等伊坐車坐到遮來，這是即馬很恐是安尼。第二就是這3個單位之間無線電是無通的，無線電是無通的，吼。啊是安怎中正？怪，阮記者就會通啊，伊袂通。是安怎中正1分局一開始無派人，因為安怎因接到的通報是安怎？是講地下有煙霧彈，無講有人摕刀仔殺人。因第一次前6次的通報沒有，先6派出來，信息無正確。無，伊是安怎？這運站的站長知影這件代志，伊就通報這運警察隊，這運警察隊就敲電話予台北市的勤務中心，台北市的勤務中心佫通知。中正1分局，中正1分局佫通知派出所過，上無愛4段。啊，咱以前有一個比喻做啥啦？一隻貓死在鋼琴上，咱4個人講4段話了，內底一定有繞高的物件，一定有無共款的物件。所以頭一個時間，第一時間，中正1分局因接到的通報是講地下街內底有啦，有煙霧，毋知是失火還是安怎。但是無人講是摕刀仔伫殺人，所以迄個歹徒伊行中山地下街，沿路行倒去中山站，這個過程無人甲插。啊，是安怎行遮？地下街是捷運警察隊管的，內底無人伫巡邏。地下街無人巡邏，是安怎無人巡邏？咱捷運有117個站，平常時一天哦上班的警員差不多80個。毋是同一個時間咯，是規工80個人數啦，總量啦，總量80個人，啊，愛顧117個站，啊，這他有法度，所以伊一定是用，所以伊一定用巡邏的，一定是坐車坐來坐去，哦，啊，一定是這個所在，譬如講，就迄個游淑慧講的，啊，想要徛2點鐘了，佫走，啊，佫過2點鐘佫換人來徛，因為伊無法度嘛，我若逐個站攏要咧徛，我是要去搭生人，所以無法度，一定是安尼。啊，通報的問題吼，其實進前幾啊年前吼。咱佇國家，咱大概有迄個地動吼，有迄個細胞簡訊，有無？其實咱即擺的警員攏有配啥？一個咧是長電小電腦，啊，迄個小電腦照你講吼，咱來做一個設計，就是講，我若講即個所在吼發生一個足重大的案件，有一個範圍嘛，比如講咱地動若花蓮吼4級，伊敢若花蓮收會着哦，你若其他的所在若等級無夠，伊收袂着嘛，伊就是發佇花蓮爾，所以你若講像。地下街有一個恐怖攻擊，我發細胞簡訊，我1公里以內所有的警察，我管你是交通隊、警備隊還是什麼隊，我就收到細胞簡訊嘛。啊，但是因為咱的無線電袂通啊，但是我的 WiFi 會通，咱即馬時代甲以前無共款，咱即馬是網絡時代嘛。
咱即馬就是愛做這個技術，因為這技術毋是足困難的。咱地動就通做啊，水災就通做啊。啊是安怎的建員本身無這個技術，有這個技術無得用。啊，其實幾啊年前就有人在講，你莫用迄個傳統的無線電，會使用，但是你袂使干一項。因為你知影無，咱中正伊分局的人若落去地下街，歹勢無線電袂通，伊無法度甲家己的值班聯絡，嘛無法度甲勤務中心聯絡。伊即馬落去了，按照安尼記咧附近迄陣時，伊即馬落去了吼，咱中正分局、中正一派10個落去，歹勢這10個人之間無法度聯絡，請打賴給我，攏安尼，無甲你騙現實，即馬現主事就是安尼咧做的。所以你若無講即個聯繫，啊，你用無線電嘛會使，但是你無線電是平常時你用，但是你若即緊急的時陣，你有其他的方法無？這是咱愛去考慮、愛去思考的代志，對。是啊，小平你也理解咧。他我先講一下做補充哦，伊個無線電是安尼啦，捷運的是敢若是歐規的啦，啊警察是美規的啦，所以兩個伊無法度通。第二是你愛改頻道，你若是無頻道嘛袂通。所以講，伊到尾也是啊，咱記者啥物攏聽有。啊，到尾伊就是愛除了用啊，只用電話卡伊哇，就是愛卡手機啊，講啊，即馬安怎，變相你平時的聯絡方式完全攏無效。到尾也嘛是愛靠手機啊，卡賴，啊無就開電話講這代志。啊，很多人講的講，現在警察伊會較慢，啊，我認為是安尼啦，他伊的通報吼無算慢，因為伊全部耗時是106分鐘，伊就確定這個人員的這個身份啊，因為伊就發生了以後開始縱火。到尾去換衫，換衫了，佫去縱火第二屆，了跟佫下早家私去放煙霧彈，伊佫等於換衫，伊種換衫換4、5屆，啊佫換騎歐多擺，佫騎 U 擺，所以講你警察你要足緊的掌握伊個人是毋是甲即個所謂 M7、M8這人同一個人，其實有困難啲的啦。啊到尾啊，竟然是全部耗時106分鐘，去知影講原來張文就是即個辦會即個人員，到尾啊就是佇咧7點外，甲人掠掉時。伊當陣其實兩知影伊個人啊啦，因為即擺警察伊哦，安怎講，伊人無夠，這是一點啦。因為即擺學校畢業的哦，先報啥？先報保護團隊，伊毋是報一般的單位哦，因為保護團隊伊要顧基礎設施，顧什麼水庫啦、核能發電廠啦，伊先甲錢伊報來遮，伊毋是報一般的單位啊。所以講，伊個平常時個警察會無夠，啊，陣等下就袂講個啊，捷運警察局。全部117個站是包含雙北哦，因為現在新北市的捷運站、捷運警察隊，個個會考幾袂？現在新北市的捷運警察隊還沒成立啊，現在是夠新北無，新北無啊，現在我們成立啊，還沒開始成立嘛，有咧運作啊，有咧籌組啊，應該是會成立啦。現在是靠台北市家哩，台北市啊，伊的總部是咧華陰街嘛，啊，平常時伊的巡邏是，伊毋是講我定的巡邏，伊是來回，我給他派2、3個。坐穩啊，坐穩，從啊講我龍山市站。但是交兵啊，我閣知影講坐穩頂頭有保全呢。啊，是有啊，啊，保全有效無？保全伊有基本的效果佇個，啊，毋過你講拄到即款，你講平常時處理酒礦的啦，你垃圾賽，你講處理會使，冤家會使，啊，你講正經者，舉刀啊，彈煙霧彈的，你講叫保全家己反正嘛，帶到皮皮站啊，啊，你講叫伊看偌濟，你講伊摕伊支，啊，甲伊載伊支，伊無法度去介意你看啦，而且你講張文身軀迄個背心哦，你毋知影伊內底全部放13支刀咧。大細支的全部3支長的，10支細支的，瑞士刀、蘭博刀，伊就是伊那背心用過內底，伊就驚哪？驚講你甲我冤家的時，你甲我刀拍掉，我隨時我身軀只要有落地下，我隨時摕刀啊通抬你。電影看傷濟。所以講你講是伊身軀全部有13支刀啊，而且伊有兩間飯店，伊有訂2間飯店，飯店內底，文章你看是講，伊有可能按算本來是要明仔載聖誕節要放假。佫要拼一擺。佫拼一屆，啊，無是講選擇明仔載要放案，啊，因為伊個飯店傷過貴，伊要刷卡袂付，伊袂付錢的嘛，所以講啊，千惠飯店較俗，千惠刷卡有貴啊，啊，伊佫要換伊佫訂第2間，伊講什麼會員旅館袂記名，訂刷卡袂過，所以講你經常訂無着，啊，伊而且千惠旅館距離南西館42公尺爾，足近的，伊等於換衫，啊，講伊厝內。全部有汽油彈有哦，迄裝好誒，10幾罐佇厝誒咧。按算啊，材料伊個等於全部摕啊，要才放貨咧。所以綜合來講，第一警力無夠，無夠這事實啦。第二就是這彼此的聯繫無夠，有通檢討的空間吶。啊，但是我愛是回頭來問安尼個吼，那就恁誒這老刑事的經驗，迄陣時
先去查到伊楊梅因厝裡，還是講先互大家通報講，大家這個區位啊，這個2-3公里的區位啊，千萬要注意哦。安尼是會效果較好，還是互大家顛倒會驚嚇？目前這個代志，咱莫講行尾要跑，因為當下發生的時陣，第一個時間就是要通報。你通報所有的勤務中心，和台北市警察局，甲所有的勤務中心，伊一個公務電話卡落全所有的分局攏聽得到。第二，你這個節目內面所有連系統，伊會公布，包括咱的一寡演習，伊攏會公布哦，各位乘客，你即馬倒位發生什麼代志，隨身歹徒佇倒位，你攏愛干通報，和線頂的老百姓、車頂的老百姓攏聽得到。你盡量就是疏散這個人群，和老百姓莫有驚嚇，唔是馬上去幽梅掠上兇手啊。因為迄個時陣是嗰個哦 ，ING 當中啦，迄個進行式啊，進行式的事情還未結束，你去的故事一點仔作用都無。因為你拄我講的，平日你講真好，就是講需要互每一個大眾莫驚嚇，但是你還有需要大眾了解事情。無你一般咱講的演習假的，你演互看的，大家攏演甲遮英勇遮戲咯，結果事實發生了後，大家攏戇戇徛喺遐，囥喺馬路頂懸，慢慢啊來，無急無趕，倒牙出來邊仔看到人就抬，這種的情形，當然我第一個講，我唔是講事後話。如果你都拄到人嘅頭前，你開車你敢敢甲弄？這一個問題，咱都唔知伊咧創啥，咱所以無可能嘛。哦，一般民眾是無可能嘅代志嘛。但係你警方不管是唔是你轄區內面，因為這個所在哦，拄好咱的學理有講，這個所在3個單位在管，但是你有印象無？幾個月前一個查某囡仔，和一個通緝犯點樣個迄個侵犯，嘛是3個單位，你殺我，我殺你，我殺伊，大家攏在殺來殺去。結果無甲一個單位講，這個所在是我的。若是掠到這個人是兇手，趁機的講，這件是我的，這變我的，發生代志講係你的。所以即馬這個唔是講推卸責任問題，你本來就是先通報，互大家知影，你要互大家了百姓了解講，這個代志發生啊，真嚴重，咱會隨時注意家己安全安尼啦。像我後生在補習班，南陽補習班離遐真近。電話甲卡無接，我驚到要死，緊張甲，但即馬一箍囡仔到底是要坐捷運轉來啊，還是嗰個補習班？好佳哉，吼，迄當伊拄仔甲同學規定，去食麥當勞，吼，我驚死，報平安。所以你家己做咱講做父親母親人哦，你家己的煩惱，家己的囡仔時陣在附近，遐補習班偌濟呢？迄規條全補習班。是啊，這還閣真濟家庭的心吼。是。所以這種代志，你一定要讓老百姓知，老百姓要有一個底的權利。這個袂使你家己扛起來點樣偷掠，這個互當下愛互大家有一個防範啦。這小等愛請吼，安尼起來，可能上無來加幾步啊，吼，安怎來自我防衛吼？有人講啊，你大家鬥陣，哇，一兩三就給壓落去吼。我想大家可能較無默契啦，先走較衛生啦。但是我要先請吼，咱的這個強理事吼，要來甲咱教講，那一旦若是萬不離萬一的萬一，若受傷，是要安怎來共急救，而且是救家己吼。而且吼，咱這塗骹啊擺咧安尼吼，看是要安怎甲急救吼，咱鬥陣來甲看落去，要安怎來救人救己。好，咱即擺吼，拜託咱強理事吼來甲咱講，那一般的機會吼，安怎機會？好，那機會是，阮是機會大，對，機會大，哎，這就是即馬上上新的。那一般隨身無機會大，無機會大，伊會當摕啥像衫、毛巾，或是也是迄圍巾，也是攏會使。咱先來看機會大要安怎用？這是機會大吼，啊，這機會大是安尼拍開，安尼囥起來。譬如講，我老伙是佇遮，還是佇遮，愛包喺伊頭前，還是包喺後邊？後邊。所以阮咧教民眾，阮會教因把這機會大囥到上懸的所在，因為不管伊是倒位老伙，阮上懸所在就會當機會。這是司機老伙所在。司機老伙會當用的。
所以骹還是手攏會使。啊，你先甲我拔看覓。好，啊，第一步就是先互這白虎頷，嘿，放到上懸的所在，扭起來，扭起來，安尼就好。啊，量起來，啊，量到這的時陣呢，第二步就是甲這棒子哦，甲這個夭壽哦，就痛啊！愛拔到這火袂漏，才會當停落來。你看火滾落去啊！所以這是足痛的，足痛的處置。但是我手如果若用抬，應該救命上重要，救命較重要。嘿，痛無要緊，可能是麻痹啊。對，所以若是別人，你若是愛甲伊心理支持啦，還甲伊講啦，哦，痛是正常的啦，愛救你的命，救命較重要。啊若無這支這樣普通的衫咧，普通的衫你若是用布條還是啥綁起來以後，你會當摕原子筆，用這，嘿，或鋼筆，或是有的人穿起來啊個準，對，穿落啊準落啊，甲伊拔掉咧就好。夭壽哦，真正安尼麻起來呢。對，所以阮若是有這機會大吼是上好啦，就是即馬有的公共場所，毋是有放迄 AED 嘛，心臟電擊器，啊有的所在即馬嘛是冇創這，在推動，即馬在推動這個物件。哦，謝謝。哎，這是啥？小吧。哎啊，煞來，咱要甲急救這個安妮吼。是。啊，若急救安妮，這是伊人還佫醒，還是講已經昏迷不醒啊？昏迷不醒。昏迷不醒哦。啊，咱要安怎用？若是親像即擺這個狀況吼，阮是拄着有人，就是倒佇遮。阮第一步是愛先確定這所在是有安全無，因為歹徒啊，佫佇遮。對，所以第一步一定愛注意這環境有安全。有安全無？若是無安全，你第一就是愛緊刷嘛。愛緊刷好走。刷好走，哦，可能把它移到後壁較無人的所在，哦，密起來。密起來之後才來救伊。好，嘿。啊，咱第一棟愛安怎？啊，若是這個人是聽佇遮哦，第一棟阮是會去叫伊啦哦，就是叫伊，哎，先生，哦，看伊有清洗無？哎，啊是無清洗咧。先生，我你上。哎，阮會用雙手哦。雙手，哎對。那個拍啊？拍伊的肩膀。肩胛頭。嘿，對，肩胛頭。哦。哎啊，叫咧若是無清洗，安尼阮就會求救啦。阮愛叫做兩個動作，對，什麼動作？叫人拍119。哦，我愛卡119，嘿，求救。叫人卡119。叫人卡119。嘿，啊，你愛創啥？啊，第二步是叫另外一個人去摕迄心臟電擊器。哦，去找迄個心臟 AED 心臟電擊器吼。對。就是捷運站，即馬攏有啦。攏有，公共場所攏有。好。嘿啊，接下來阮就是看伊的呼吸。有喘氣無？呼吸無？哎，看有喘氣無？啊，所以阮會講迄1001、1002，哦，一千。啥物叫1001、1002？阮會看伊有喘氣7秒鐘，7秒鐘若是無喘氣，伊就是愛急救。那算這個時間啊？對，1001、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、1006、1007、1007，算到1到7。對，袂使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安尼收緊啦，收緊哦，這考決的。對，誒，華語也會使啊，台語也會使。對，攏會使，英文也會使。哦，英文也會使。對，1001、1002、1003。對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是。啊，7秒。啊，7秒無反應。若是無喘氣，無這心腔無起伏啦，啊，無喘氣，就會當甲伊試心臟按摩。好，啊，咱來示範要安怎試。好，咱按試心臟按摩，阮會看這位置啦，吼，是兩個領頭的中啊，哎，啊，用你的手掌的掌根，吼，哎，啊，放佇遮，嘿，啊，另外一手就是安尼壓掉咧。啊，倒手擺啊，會當交換無？會使吼，順手就好啊，順就好啊，順力，嘿，啊，咧手正的敲落地，對。啊，幾分數的力量哦，嘿，安尼試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一直試哦。即馬，阮甲民眾免做人工呼吸啊。莫安尼，要你吸安尼。對，阮就試這心胖就好啊。等救護人員來。哦，專業的來用。對，因為即馬有的人會驚講有傳染病嘛。啊，驚講你無實在。啊，飼到偌久？飼到人來哦。飼到人來，係。
我真正我有拄着阮的朋友講，切啊，下個幾月份啊，人還未來，營養還未請。對。啊，這要安怎？啊，若是你一直吃吼，若是無力啦，叫別人排隊。輪流。做回來，輪流。輪流。對。啊，這是一種情形。啊，若是伊的大腿來已經堵大坑啊，要安怎呢？哦，像這。哦，若是這堵大坑的，這坑真深嘛。哈。哎啊，原本阮受傷，阮會甲別人講用紗布安尼。直接加米線，對，啊來個墊落就好啊。但是這傷深的傷口吼，阮愛用這紗卷，啊，我若無這個，無你嘛會當摕乾淨的布料，衣服拆開。啊，無法度嘛是硬，啊馬上甲擠落去就對啊。對，因為救命較重要啦，伊愛救的活落來，才有法度去病院治療這若是感染啦，還是傷。啊，那脆糊糊咧，脆糊糊嘛是加壓啦。直接加壓會紅好。哇，這看落實在是。對。哦。啊，這填塞阮會安尼填，就是阮會甲這捏一個頭，一丸安尼。捏一個頭。對。啊，安尼填落，啊，安尼一段一段，甲伊塞進去，甲填好滿。填好滿。對。填好滿之後咧，甲這囥佇面頂，啊，用伊個手掌規安尼。頂掉。對咧。對。這是會當用佇阮。手骹啊，閣有這紅骨啦，紅骨啦，啊，閣有腋下。啊，那心臟會使袂？心臟無法度，因為這是空的，這你安尼滴落去，空的，這胸腔嘛，這個無效，啊，這個要趕緊急救。對，這就是要緊送去。緊送啦。對。哦，啊，若是卡車病咧，像這擺個醫生，伊是卡車病，叫用堵穿去呢。卡車病就是愛看內底有傷到這肺臟無。啊，若肺臟，那肺臟嘛無法度嘛。嘿，啊，若是有一空的所在吼，阮有的時陣會教民眾用迄塑膠布，塑膠布，塑膠袋或是塑膠布，甲伊搭落來。搭落去，嘿，甲伊密封起來。安尼也會使啊？嘛是會使，對。哦，暫時啦。對，暫時啦，因為救護人永遠會來接手嘛。是，好，感謝。再來要請哦，這個咱的個人好吼，來，咱的安尼去來教咱吼，要安怎自我防衛啊？好，感謝。哎，咱要請這老刑事吼來教講上無愛安怎自我防衛啦吼。啊，我特別請阮的女同事吼來做示範。是，你是歹徒。我歹徒。嘿。啊，伊即擺看到已經靠近啊，啊，伊要安怎用？因為一般的現場，歹徒只要拿到家私出來，不管是管勿長的刀、倒的刀。一般歹徒袂用刀的，袂用刀的。一般舉是槍撲的。哦，正常目前犯罪危害者第一個動作是用撲的。啊，那撲的當中，除非講對方反抗，還是蛇身即擺即個伊大哥是用後壁甲拄的嘛。伊是唔知影有歹徒手中有刀具的狀況下，叫拄着。所以一般的歹徒只要拿刀踮喺你接近的所在，你的面對面的距離，一般民眾較早阮的刑事訓練班，大部查某、學生囡仔，咱攏會插一支雨傘。雨傘。吼，雨傘，你著情緣哦，我攏會甲樹林。樹林啊，這頂頭這樹林。樹林，差不多。啊，這要創啥7條。你即馬樹林吼，對，來，你為手吼，這個所在手吼，甲撐入去，看你是倒手正手攏無要緊。哦，啊！你家己讓甲家己的所在上，哦，你認為講防護到你手的所在動脈、動脈，哦，因為歹徒要撲的時，撲頭殼，你手會使扎，啊，用刀的，你手會使拔，哦，用拔，你甘願學，毋是你甘願手去剁着雨傘，甲你擋一言，上無擋一擺啊，擋一言。伊袂過第二擺，過來復第二擺，無要緊，有雨傘甲你做護具、護具。再來，厝的攏有這哦，鎖匙。你鎖匙哦，甲夾要手的，哦，你家己上。安怎夾？正手倒手攏無要緊，當做手指好。手指好。歹徒我比你較權大，動為下底堵歹徒的目睭、皮啊，看你上好的動作，堵。
一個人拄落，你回頭是走，你唔是要甲拼哦，因為你拍袂過我，但係你一個就小法度，換陣也無鎖匙，無中啊，無中啊，不要緊啦，緊走啦，緊走，換陣也無鎖匙，當下手頭無鎖匙免啊，無雨傘免啊，係，甲恁各位看吼，你家己輕輕啊，咱用枕頭武功吼，擱你的皮啊，有感覺無？有咧，手拍，你位下底甲護起安尼，護這個皮啊，我很酸啊，手，用手這樣，嘿，用這手掌，一個了，來托落去，你一個假弄我就一個 KO 啊，1秒就倒啊，你外用攏無效，我較懸，這樣子剛剛。對。啊，那因查某囡仔就講，啊，下巴掛較踢落去，無效，迄種騙人的。哦，迄種無效，皮啊上脆弱，上脆弱，上脆弱的，你唔是家己用枕頭武功得的，1秒就倒啊！你無鎖匙，正經的一個就倒。演的有影呢，正經的，所以大家民眾要注意，你唔免驚伊受傷啊，先來啪一個就倒啊，馬上1秒。哦，所以誒，雨傘、鎖匙、拍皮啊，拍起啊，對。哦，因為我較懸嘛，上無這三項啦。對，啊，咱迄個咱的骹網啦，啥物物件甲好，甲拍呢？因為拄到歹徒吼，上好的就是講吼，保持伊距離，對距離，哦，你就是保持這個距離。但是滾的時，你一定啊啦，走袂去啊，無走袂去啊。但是人多啊，你要保護你家己啊，對無？你要保護你家己，你唔是要去掠歹徒啊，你是。大家緊趕起保護家己啊！咱啊家己唔是雙手打，你一定歹徒拍來，你只個手去做護具啊！是。哦，啊，這精力者吼，所以咱就愛雨傘，來，像恁雨傘，啊7條，7條至8條，7條至8條，對，哦，啊這鎖匙是咱厝的鎖匙，攏囥卡網的嘛，咱厝的鎖匙攏囥卡網嘛，啊有的鎖匙較長的，你做手指好嘛，啊查某囡仔這。大保護你200公分，你就木一個嘛袂動的啦。安尼。對。安尼個。啊，一就 KO 啊。落。嘿。哦，大家。由下往上，唔是由上往下。哦。對，下面那個。啊，對，下對開，下對為皮啊。伊較三無掌吼。對，你為皮啊，攻擊伊的面部。哦。這個部分伊偌大張，高牆大漢攏無要緊。第2點，真正人真大張，邊仔骨。肚邊那骨上款，胃也對，嘿，較嬌小的查某囡仔，由下往上胃也對。是。好，感謝 Rebecca 吼，啊，感謝。咱睇吼，除了這個安尼去甲咱教講要安怎自我防衛吼，啊，咱的強理師吼，甲咱教講要安怎急救。但是我不禁也是咧要來問吼，咱就白啊。你認為捷運的這個保全應不應該加強第一時間的警覺，啊，再急救負擔某種程度的頭一分鐘、第2分鐘的這個代誌？其實我是感覺講，因平常時訓練的時陣吼，有一寡物件，其實因是本身愛去注意吼。譬如講，即屆足儕人無去注意到一件代誌，就是迄個星巴克甲麥當勞，因第一時間吼，因員工甲門甲關起來。安怎伊人無到入去，對，所以你若是附近的店面吼，還是場所，你第一時間就是我反正門關起來，我第一就是爭取時間嘛，我先門關落來，我才決定講我後壁要安怎秘要安怎走，你第一時間就莫互伊入來。第二呢，就是即屆吼，伊佇 M8內底等煙霧彈了後，其實即運所有的閘門，第一時間其實是全部攏愛開的。啊！你的安全門嘛是全部攏愛開，排隊你想要出去？這屆無，就是有的人就講他出站還要再去逼悠遊卡。啊！你要離開吼，因為伊迄是好佳哉，大家無去相搭呢。其實伊即屆吼，足儕人甲講伊比喻是講這個鄭捷殺人案，其實毋是。你比喻是啥？其實伊是沙林毒氣案。伊放遐儕迄個莫洛托夫迄個燃燒彈吼，伊主要的目的是啥？伊是要製造混亂，互恁內底。驚嚇去踩踏，迄個踩踏的傷亡比伊用刀仔拄佫較嚴重，因為你刀仔拄2個3個差不多真磅啊。但是你若發生講大規模的這個火燒，還是講大家安尼要走的時陣吼，逃亡的時陣弄來弄去，互相去打着，迄一屆死過了10個人。其實伊要製造的是這個混亂，加在是迄個於先生，
伊第一時間甲阻擋，所以伊迄燃燒彈無用到，種彈佇原地種走去嘛。啊，若無吼，其實這是更較嚴重的。所以伊是敢若比喻伊其實是像沙林毒氣啊，伊是要大規模無差別殺人，伊毋是要屠迄一兩個啦。迄屠迄一兩個，其實對伊來講，伊準備遐物件其實是無效的。你看煙霧彈甲燃燒彈，伊就是為着要互你大規模的死傷。所以即個這運吼，伊第一時間伊無開所有的門，包括伊內底其實有安全門。啊！你的電梯、你的電扶梯全部攏愛先關掉，啊！閘門啊全部拍開，啊！無納錢就無納錢啊！大家緊走，錢都毋是重點。迄是小可事啊！對，迄都毋是重點啊！但是即屆吼，你看迄個星巴克、麥當勞甲捷運站伊內底即個反應吼，其實即個訓練甲一開始的警覺是無夠的。其實這是應該愛做的，就算講虛驚一場啊，幾落百個人攏走出去，攏無互人錢，嘛無要緊啊。其實安全其實是上重要。我會問這題吼。就是講，安那會變做咱咧教人講愛家己自我急救、自我安全。公共場所應該是國家還是組織，還是捷運公司應該愛來負這個責任嘛？對，其實伊的人力嘛無夠啊，但是吼，咱拄仔講的吼，譬如講你捷運的警察人力無夠，啊，你用社區的落去，還是你用迄個鐵路局的去支援，其實互相支援是一個上基礎的概念啊，但是咱即擺是安怎本位主義啦？若毋是我管的，我去管了，啊，若好代志攏無我的，啊，歹代志攏算我的。比如我處理無好，你怪我。破案攏我的。啊，若掠着人攏講我掠着的。啊，你這運的警員像攏補袂濟，我就講嘛，你警員若欠人吼，無補。啊，你若像講組長出塊會補無？無人分局長、組長講出來講無人補，一定補啊！但是你第一線的警員一定無補，簡單講就是安尼嘛。迄小兵咧笑啊，就是，就是安尼遮無奈啦。哦，因即馬就是安尼講好啦，社會安全網啊，咱講台灣這哦，是按證件要發生才開始的。啊，毋過證件案發生到即馬都10年超過啊啦。社會安全網到底做啥物的，咱才毋知影啦。所以美國伊就要發生了，成立一個國土安全部嘛。啊，毋過人是真正有咧做代志嘛。啊，你講台灣這個社會安全網，即擺你講張文伊是安怎講？是因為有人講是因為社會安全網無甲伊截掉的，係安尼。啊，毋過伊做2當前伊做保全死啊了以後，伊就無頭路啊嘛。啊，無頭路，伊就無通報嘛。啊，無通報，伊嘛無去這個什麼就業輔導站去登記要找工作，所以說並無人知影講伊無頭路。啊，伊嘛無主動對我來求助，所以講。社會安全網無法度對伊來發生着作用嘛？啊，伊第二，伊甲社會伊無聯絡的。迄陣當年伊想伊會離開這個公司啊，伊是甲董事長家，為了一個靈應的，伊分靈應無分着伊去獨攬，那陣倆講甲王家，啊就安尼去人吃頭路，伊因為安尼離開，變做伊心肝內是甲董事之間哦，可能處理了關係嘛無足好個啦。啊，伊嘛無咧用賴。伊嘛無咧用臉書 IG， 伊就敢若一個人啊，伊就一個人單操，所以講伊對社會是完全隔遠體。啊，即擺代志發生，變成講伊人挖開。這個真惡風地啊！啊，就是安尼嘛，講這個物件，咱我無輸贏的啦。將來可能是毋是會發生，咱毋知影。啊，毋過目前台灣的能力啊，台灣國家的能力，我認為無材料來處理這款代志。所以講，若是講加幾檔，佫發生這款代志。是到嘛是講，咱可能講原班人馬，就來討論這代志。因為政治案發生迄陣，到即馬10年超過啊，迄陣講的代志，到即馬毋是共款。而且伊佫精進了政治的作案手法哦，伊佫討論講政治迄陣佇咧車廂內底，迄是封閉式的空間，伊認為講安尼作案無好，因為會選擇這個 M7、M8。沒有你家己打家己安尼。我選擇大空間戶外作案。互你可以造成恐慌混亂，第二話好走，所以講伊講了，伊講用換衫嘛，換衫變裝又離開啊，了伊個等於換衫，但等於男性在下太人嘛，是，大概是安尼啊。這我要請吼安尼來講一下。是。即擺目前補足警力啊，和這個保全較有意識之外，那麼警方應該愛來檢討除了。什麼是優先順序以外，還佫有啥物通好檢討？警方內面上恐怖的一個就是講吼，長官無能害死部下，部下無法度發揮做代志，
你拄到一個好有擔當的長官，下拄的部下你有照顧較夠，部下為你做任何事情攏做甲心甘情願。你今日見官為着要升官之路，你用你自我的心態，阻擋着部下警員者的基層呢，顛倒基層萬分在心內。所以警察目前為止，互老百姓的概念觀念足堵起的。哦，所以是安怎會造成對立呢？不應該造成對立。所以我講一個單位內面選擇的長官真重要。你帶的不是一個警員，是一個團隊啊。那這個團隊為老百姓做一個公僕，為國家來社會來這個服務。咱若是制度上應該安怎來改善呢？制度上人員的不足，你即馬真濟少年囡仔未願去做警察，人安怎保都永遠保袂夠，而且即馬抬頭的吼，愈來愈濟啊！你即馬一批較早拄啊佇咧民主社會的運動的時陣，大批就幾落千人，甚至於成萬人，有效無？無效，因為你人口愈來愈少，警察愈來愈少，嘛是無效。制度上內面無法度實質通甲你幫助，所以咱來為法則的法來改善，由這個法來互國家維持老百姓的一個安全。因為你這個法律無修改，你派較濟警察10倍警力抓着嘛是無效。啊，你比如講啥物法按做這較實際這個改善。咱講的足濟物件，可能老百姓唔知。開山刀大家攏知影。開山刀。開山刀無管制。哦。恁都無人知吼。警察內面的管制，邊層嗰算管制不咯？哈。但是開山刀無。開山刀無管制。無管制。你看，這個法要改無？我哋一般老百姓掠開山刀在路的，甲你山頂的，這驚死人啊！你少年囡仔車頂後斗囥的，囥舊房啊！哦，更多像這種的吼，完全目前是無管制的物件。那你連烏蝶刀，迄嘛算管制物，但是烏蝶刀這個相比用較早，藍麻囡仔掠削好看的，迄個只不過管制內面。所以咱的法開始修，這個管制物應該先修法，修法了，換陣有掠到這個違法的物件，安怎來個？才通啊照片照鏡。對，無你即馬根本就無法通甲翻嘛。是。啊，煞來要來請教着鏘理事吼，咱看這張圖表吼，拄着恐怖攻擊的時陣要安怎？這內面有寫吼，愈走愈遠愈好啦，啊，真吼安靜，點點啊離開。啊，拄着警察的時陣吼，手也抓懸，表示講，我毋是，吼。另外，佮秘記吼，攻擊者的視線死角，啊，身體會較低、較屈落去，啊，手機啊毋通有聲，啊，關燈啦，啊是啊鎖門啦。這遐如果若是即擺即個結婚即個，啊，咱是要安怎秘啊？哦，伊半開放式的啊。對，因為這結婚站內底是真濟迄通道甲樓梯嘛。所以其實講，你若是有法度選擇，第一就是會當走偌遠就走偌遠啊，有樓梯就去哩啊，啊有房間就先秘落。所以若是你無法度走，第二步就是去找到較安全的所在秘起來。所以講，拄則有講，迄星巴克甲迄鐵門關起來，其實嘛是真重要的一步啦。因為佇外國，伊這準則是外國轉來嘛。啊，因佇美國定定攏有迄槍擊案對吧？啊，佇學校內底有時陣你要秘無法度秘啊，哦啊，你要走無法度走，啊，所以講有伊的迄學校的教室內底，定定攏有迄門的門栓會當甲伊直接鎖起來，啊，甲迄窗簾攏關起來，啊，電火攏甲關掉。啊，安尼若是這隨機殺人的人哦，他心理上其實伊無特別目標啦，伊是找愈好傷害的人，愈方便傷害的人，先去傷害。所以講，你若是秘起來，伊一定會先找迄徛佇遐
上簡單的，對，上簡單的，先甲伊睇，先處理。對，所以你若是密起來，你的存活率就會提高了。那第三步就是，若是你真正佇捷運上無法度密，啊，你就是拄則咧安尼去改，就是用你身軀頂有法度用的物件，甲伊攻擊反擊，啊，找到空檔，嘛是緊走安尼。是，我看到咱手頭吼，分了這個當危機來臨時，台灣全民安全指引吼，其實這嘛是甲即擺這個事件有所關聯吼。就比如你甲咱講吼，因為這物件大家要平常時要安尼準備吼，但是無放佇身軀邊啊。啊，有當時，譬如講，安尼有甲講啊，即個雨傘鎖死。咱平常時，若是如果若無法度講，逐項攏照顧甲照問的時陣，咱應該要自我啥物警覺啲。其實上簡單的吼，就是講，譬如講這本叫做小菊書啦吼，啊伊內底有甲你講吼，若戰爭啦，還是地動啦，還是創啥吼，你要準備啥物物件？其實伊的原則攏是共款的。譬如講，我準備一個求生的器具，啊，你若拄到水災嘛是這組，地震嘛是這組，戰爭嘛是這組。譬如講拄啊教的止血，你行樓梯摔落骹摔斷嘛是用這個方法嘛，不是講恐怖攻擊才用這個方法。所以咱平常時愛有心理的準備。我若拄到啥物代誌的時陣，我莫講外交拄外交攏會曉。譬如講迄個 AED。大家警察單位攏有，大家攏有學嘛，阮攏有迄個證照嘛。啊，用會着，用袂着，無一定。我哪知影你是互車弄着小可，還是講你是心臟病發小可，攏無要緊，理由無要緊。但是我有一個心理準備，講我有一天用着即個物件。啊，我若萬不幸用着，不管你用了好，用了歹，你有一個準備，總比無較好。迄就敢若咱拄仔講的警察的制度上的問題，你無法度講去阻擋講即個代誌會閣發生無？一定會發生，但是你發生了，你反應的，是毋是會使減少伊的傷害？譬如講迄個監視器講害去，監視器一定會害去啊，幾百台哪有可能無害去？但是你平常時去檢查、你去維修的迄個頻率是偌濟？你若講真正足衰足注死的，2點鐘進前監視器害去，你調無監視器都無話講，一定拄着。但是你若講害2禮拜咧，你若講一個月攏無去修理咧，安尼就講袂過啊嘛。所以講你平常時你去維修的能力。吼，還是講你的這個維修的這個時間，你是不是愛進步愛改？啊，就剛剛講警力永遠補不足嘛，可不可以補一些？啊，勤務減少一些，啊，就比本來較好，一寡進步。啊，你若制度上咱有準備，啊，咱大家人攏有一個心理準備。不管我拄到車禍，我拄到像這個攻擊的，還是講我拄到我行的附近，我就上簡單啊，你南西店內底有人為電扶梯摔落來。啊，伊若重傷咧，啊，你是毋是嘛是愛甲鬥相共嘛，甲急救嘛，甲創啥？你有即個心理準備，吼，啊，這無代誌甲顯的。啊，你若看到較有興趣的，你網絡通啊查較詳細，對無？你若有即個心理準備，一定減少傷害啦。加減人罰啦。對，這是一定的。是，但是咱若，譬如講趙斌，你看到這10年了後，第2節到今嘛，警方會改變改善。那甚至咱人民家己有警覺，我看大家是其實是嘛是閣無啦。所以我平常時你坐捷運啊，其實你會當發現一個問題，就是講，規個車哦足安靜的，啊，逐個攏看手機啊，啊，我個人是袂啦，我個人是我看者，我眼者看者眼者，我攏盡量徛，我徛伫我迄個啊，我壁就是所謂塑膠的啊，我徛伫遐，因為我背後無人會甲我，你看，啊，我目睭會看頭前嘛。啊，我機仔看，我會了看。我發現講很多民眾哦，伊攏去看手機啊，伊無咧注意邊啊，你從啥？我講這是最大的危機啦。因為無管是人甲你吐，還是甲你摕刀甲你搶，還是人甲你破啥物件。這嘛是咱台灣吼，太過安全，咱無居安思啦。你若佇其他國家吼，以前喏，伊會驚好叫人搶啊，一直看。啊，台灣就是大家較舒適啦，啊嘛較按講的治安嘛是甲別人比是袂歹。所以講來講是講，我安尼坐看機啊，足安全的。啊，我是認為講嘛是愛居安思危的，你加減愛注意，你一直看手機啊，人講你去安那搶去，你又唔知影。這平常時是講你會欠天啦，但是吼，萬般不離的拄着這個歹徒吼。像正確就是安尼，正確就是摕你去倒啊，學袂搶的啊。這咱平常時咱若是安尼去，你會當甲咱觀眾朋友一個警示講，比如講行路就唔通看手機啊。啊，若坐落你若真正要看，像趙斌他講，你就是看者收起來，
唔通一直看，還是魚缸講魚缸機哦，唔通兩個攏停掉，那一個就好。基本上，咱的大眾運輸工具內面，會使莫看手機，盡量莫片面。因為踮咧手機頂懸，大部分攏咧耍手機啊，唔是重要的代誌。但是各位啊，你即擺甲囡仔10歲，甲本人家己交代好，叫家己一個希望講，已經發生2次的這個嚴重的公共事件，大家在車頂。千萬愛較警覺，唔好使用手機。你家己愛提高警覺，看好左右來去人，保護家己自身的安全。